除咗三大熱點戰場，2026年上半年嘅大國關係亦都出現咗標誌性嘅變化，其中最引人注目嘅係中美、中俄嘅高層互動。5月14至15號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應約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，呢個係佢第二任期內嘅首次訪華。兩國元首喺北京舉行會談，最終確立咗建設性戰略穩定嘅中美關係新定位。雙方就經貿、氣候、地區安全等議題達成多項共識，同意重啟多個層級嘅對話機制。呢一次會晤為持續緊張數年嘅中美關係踩低咗穩定鍵，並且向世界傳遞出大國負責任嘅信號。唔夠一個星期之後，5月20號，俄羅斯總統普京開啟佢嘅第25次中國之行，中俄元首密集出席近10場嘅活動，簽署多項嘅聯合聲明同合作文件，喺能源、科技、軍事等領域合作進一步深化。喺單邊主義抬頭、衝突不斷嘅背景下，中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嘅穩定性，成為世界格局中嘅重要壓艙石。短短一個星期之內，美俄兩國元首相繼訪華，中國成為全球大國互動嘅核心平台。呢一個既體現中國喺國際事務當中嘅影響力，亦都反映出各方都喺度尋找對話、管控分歧，避免大國之間嘅直接對抗。目光轉向東亞，日本嘅軍事動向值得關注。6月14號，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法案，計劃將航空自衛隊改編為航空宇宙自衛隊。呢個係日本自衛隊自1954年成立以嚟，首次喺名稱當中加入新嘅作戰領域。在此之前，日本太空作戰部隊已經從最初20人擴編為團級單位，規模達到670人。同時，7月31號，日本正式成立國家情報局。有內地輿論認為，日本咁樣做，名義係強化太空防禦，實質上係突破和平憲法嘅約束，推進軍事正常化嘅又一步，配合年底即將修訂嘅安保文件以及攻擊敵人潛艇嘅研發計劃。日本嘅軍事擴張正喺度加速推進，俾東北亞嘅安全局勢增添咗新嘅不確定性。